香港廣東話文化學習第66課24孝全相24孝詩選24孝圖一孝感動天。原文：虞舜瞽叟之子，姓至孝，父還母囂，弟象傲。舜耕於歷山，有象為之耕，鳥為之雲。其孝感如此，帝堯聞之。時以九男，妻以二女，遂以天下讓賢。二親嘗湯藥。原文：漢文帝明行，高祖子，初封代王，生母薄太后。帝奉養無怠，母常病3年，帝目不交接，衣不解帶，湯藥非，親嘗弗進，仁孝聞於天下。三熱子心痛。熱子痛心。原文：周曾參字子瑜，是母至孝，心常采山中。家有客至，母無措，望心不還，乃悅其子，心忽心痛。父身而歸，跪問其故，母曰：有客忽至，吾熱子以誤與矣。一孝感動天語譯。舜帝係一個至誠至孝嘅大孝子，佢嘅爸爸瞽叟係一個失明人士，既頑固又愚蠢。佢嘅後母為人囂張，佢嘅同父異母細佬象就傲慢無比。舜喺歷山耕種嗰陣，有大象幫佢耕地，有多隻雀鳥為佢除鋤草，呢啲就係佢嘅孝行，感動咗天地。堯帝聽聞佢嘅事蹟，就派多名男子去幫助佢，並將自己2個女嫁俾佢。最後堯將帝位禪讓俾舜。二親嘗湯藥。語譯：漢文帝嘅名係劉恒，係漢高祖劉邦嘅仔。佢初時被封為代王，佢嘅親生母親係薄太后。佢侍奉同供養母親，從來都唔會鬆懈懶散。佢嘅母親曾因生病躺臥在床上3年，佢就常常夜間唔瞓覺，又或者不脫衣服就休息。母親所服用嘅湯藥，佢一定親自試飲過，然後放心俾母親服用。佢嘅仁孝名聲因此傳遍天下，人們都讚頌佢。
3. 熱指心痛，熱指痛心語譯。曾參別名子瑜，係周朝人。佢侍奉母親，極之孝順。有一日，曾參上山砍伐木柴，忽然有客人嚟探訪，母親不知如何應對。母親等咗好耐都見唔到曾參，於是用口咬自己嘅手指。曾參忽然感到心痛，立即背着木柴回家，心在母親前下跪，問有什麼事情。母親就話：忽然有客人嚟到，我咬手指感應你，通知你。